我是在地新闻，继续来到基隆，这个当地小姑娘仔小食店的传播链继续咧扩大，真侪人是真担心讲，是毋是会将做这个网价地势的翻版呢？来看这个基隆市政府有上新的说明。小姑娘小吃店老板娘家庭群聚的部分是增加3例，那也就是他们家全家都确诊单单他们家就10个确诊的案例。另外是某医院我们的行政人员家庭的群聚，那这个就增加3例那此外是新个案6439这是一个夫妻家庭的群聚，这样就2例。那另外就是新的个案6629这个家庭的群聚就4例。此外亲人朋友同事在台北或者是在新北确诊的，这个有4例。那自行就医身体不适自行就医的有1例所以我们发现这一波本土疫情发生到今天我们基隆市的相关的一个案例大概有一些特色。第一个是跟这个台北新北是在台北新北的工作场合那接触然后得到这个感染。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之前在万华有工作史或者是旅游史的一个案件。第三就是我们基隆市的这个小吃店的这个群聚的案件。另外一个就是市场的一个群聚案件那不过我们发现这些案例到今天为止有新的一个趋势，也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个案例变成是家庭的群聚也就是从外部引进来之后进到家庭里面，然后传染给所有的一个家人。我们已经发现有好几个案例几乎是全家确诊有全家10个人的，有全家5个人的，有全家4个人所以形成了一种次级传播所以在这边我也要特别呼吁在家里其实也要重视，也要注意防疫的工作。